喂，中山買樓嘅朋友停一停，首次置業怕踩坑，改善置換想一步到位嘅呢個樓盤你唔睇真係走寶啊！唔好以為一梯一戶啊好貴好難求，海柏公園城邦呢度一梯一戶嘅設計，出咗電梯呢度就係你嘅屋企，唔使同其他人逼電梯，唔使等成半個鐘，返屋企就好似入咗私人領域咁，舒服到痹啊！仲有啊，建面105方至到123方，清一色3+1房新規住宅嚟嘅，使用率高達120%，你冇聽錯，105方用起身比你想象中大好多，相當於人哋120幾方嘅空間，擺埋大梳化、大電視，仲有位置整埋個小茶台。呢個深闊景嘅陽台夠晒闊落，朝早整杯茶睇下風景，夜晚整埋個小燒烤，吹晚風，正到冇朋友啊！仲有餐廚一體嘅設計，煮完餸直接攞去餐台，唔會整到廚房、客廳兩邊亂，2個廁喎，夠晒實用。仔女一間，長輩一間，或者整埋個書房、辦公追劇都得。主人房仲係套間，獨立衛生間，唔使同屋企人爭廁所，每日起身唔使趕，開啟靚嘅一日。仲有個貼心嘅設計。可以揀精裝，可以揀毛坯，鍾意自己設計風格嘅就揀毛坯，隨心裝成你鍾意嘅樣。嫌麻煩想拎包入住嘅精裝直接落訂，慳返好多時間同心機。首次置業都唔使煩裝修，交通就唔使講啦，門口就係黃金幹線，45分鐘直達深圳機場，1個鐘直達香港。無論係去深圳行街，去香港探親戚都好方便。仲有生態福利，5分鐘車程就到16000畝嘅國家級森林公園啊！金鐘湖同樹木園都係好近，每日晨運，週末帶小朋友去玩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就似住響公園入邊。改善置換嘅朋友，呢個環境真係冇得頂。最正嘅係書包，步行就到偉才國際幼兒園，中山市示範級幼兒園嚟㗎，省1級標準，瞓多半粒鐘。隔籬就係朗晴小學，硬件同師資都係全市翹楚，商業配套都好掂。樓下就係曼谷 VV Park、利和廣場、遠洋大順、萬象匯、盛景上風，商圈環繞，行幾步就可以行街、食飯、睇戲、買餸、買衫、買家電，應有盡有。都市生活觸手可及，唔使兜兜轉轉走遠路。講咗咁多，你仲唔心動？首次置業，改善置換，呢個盤都啱你。新規住宅，高使用率，配套拉滿，呢種筍盤都唔多見啊！各位朋友聽住啦，成個盤就得133圖，而家點擊屏幕下方預約睇樓，唔好等啦，再等就冇貨啦，快啲行動啦！